大家好啊，又係我笨蛋啦。今日3月18號星期三嚟嘅吓，咁又係聽我吹水嘅時間啦吓。咁啊今日咧大市咧升咗156點啊，咁啊陽燭嚟嘅吓，咁啊升穿咗呢個10天線咧，已企穩咗第3日噶咯噃吓。咁啊不過咁啊，雖然企穩10天線，但係20天線咧就繼續壓住啊。咁即係話咧，喂。好同唔好之間啊吓，咁啊繼續咧就係做一個咧叫做慢慢咧爬升啊吓，即係咧彈一彈之後，跟住回落幾日又再彈吓，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叫做守住個10天線啊，好轉咗噶啦吓，好過之前噶啦已經吓，咁啊啲技術指標咧亦都咧係向上嘅吓，咁所以咧繼續向好行啦吓，向上行啦。咁啊，但係我又係嗰句啦，係嘛？即係戰爭嚟講咧就未完嘅嚇，咁所以咧就唔好話咧覺得一天都光晒啦嚇。不過咧就戰爭嚟講，暫時睇咧都似乎都會完嘅嚇，即係可能比較短暫啲嚇。咁所以咧可能做翻好啲啦嚇。同埋咧而家嚟緊咧業績期啦啊，今日咧亦都咧係騰訊咧出咗業績啊，咁啊，所以咧。基本上咧就係業績期嘅時候咧，亦都會有另外一個因素去影響啊嘛。即係話除咗個戰爭影響個市之外咧，其實業績咧亦都影響好多嘅個股嘅啊。咁所以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因素去影響啦。咁所以咧嚟緊咧就係3月咧去到3月尾啦嚇，咁都係公布業績嘅高峰期啦。咁咧相信咧個市咧都會比較咧挫嘅嚇，咁啊睇下到時係挫上定挫落啦。咁啊暫時咧。就輕微挫上去，即係慢慢爬升嘅。OK，好啦，嗱咁啊，睇下今日香港個市啦。今日恒指收市咧26025，咁啊升咗156點啦，成交咧2403億嘅吓，咁啊縮咗啲成交，咁但係都係2000零億 OK 啦吓，咁啊睇下後市咧會點啦啊。咁啊後市點睇咧？策略點咧？陣間咧再同大家講下上證恒指、騰訊同埋其他股嘅短期走勢。開始之前咧，照舊啦，俾啲時間咧，我講一講開場白啦。如果你唔係第一次睇咧，可以直接飛去後邊嘅章節嘅。咁希望各位朋友咧幫幫手啦。如果未訂閱嘅，撳一撳訂閱掣啦，撳咗咧撳埋個鐘仔啦，新片咧就會通知你噶啦。咁啊訂閱咗啦，可以撳埋個 like 掣啊，支持下呢一條片啦。最好咧可以 share 埋出去俾朋友咧都得嘅。咁大家記得睇完我啲片，聽完我睇法咧，自己思考一下咧，再決定自己嘅投資策略啦。咁啊記得適可而止，唔好 all in。咁啊，新朋友咧介紹下呢個頻道啦。呢個頻道咧講短炒同長線咧都會有嘅。咁啊，盡量每日咧都做個港股短評，講下個市嘅方向啦。咁啊，每日股咧一定會錯噶啦，當俾佢參考大家。另外每朝咧都會 YouTube 嘅貼文裏面咧有一篇文章講下個市啦。咁啊，另外每個禮拜咧都有中長線嘅展望啦，講下美股、上證、恒指同埋騰訊嘅走勢啦。咁啊，另外咧仲會有業績深度遊啦，深入講解唔同公司嘅業績。咁大家咧去播放清單嗰度睇翻。咁啊，另外仲會有啲會員專屬影片嘅，講下其他個別嘅股票啦。咁大家加入會員之後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咁啊，如果大家睇完中意我呢個頻道咧，記得訂閱同埋 like 啦嚇，俾個鼓勵我啦。亦都可以加入做會員或者用 Super Thanks 打賞我都得嘅。好啦，咁我哋廢話講完咧，我哋入直路咯。我哋先講咧就係上證指數啊，上證指數咧中長線啊，睇翻我3月15號嗰條片啊，咁啊唔詳細講啦啊，我哋講咧今日嚟講咧就係陽燭嘅喎嚇，即係收市咧係起碼高過即係個開市價啦。咁你可以話隨頭都得啊，點都好啦。咁啊，另外咧交易區間咧亦都咧係下移嘅，咁啊叫做唔係咁好。不過又唔緊要，因為佢試一試呢個100天線咧上翻嚇，咁啊，所以移動平均線上面咧佢仍然咧係守得住啊，同埋今日咧試一試100天線咧似乎有個支持喺度啊。咁啊，但係咧當然亦都繼續受壓10天、20天線啦嚇，咁所以都係調整中啦嚇。咁啊，技術指標咧都見到慢隨機有下邊啦，碌緊落去啦。MA 呢個快隨機咧彈少少，咁啊 MACD 咧亦都係紅緊啦，仲係嚇。咁啊，另外 RSI 咧亦都報43，亦都低過50嘅，所以技術指標咧其實仲係向下嘅嚇，即係仲係調整中㗎嚇。咁啊，向上阻力咧20天線4116，向下支持咧100天線4016啊。咁啊，整體嚟講咧，短線咧受壓10天、20天線調整中啊。不過咧試落去100天線啊，咁啊有少少嘅支持，暫時啊。咁但係咧少少嘅支持都好啦，都仲係調整中。OK，咁啊我都講過咧，最好就唔好跌穿咧係2月頭嗰個位。
個最低位啊，大約咧4000點度啦嚇。咁啊，如果跌穿咗咧就再差啲咁解啊。咁啊唔穿咧上翻去咧就係最好嘅啊。OK， 好啦，跟住咧我哋咧就飲啖水咧，就講咧恒指啊。好啦，翻嚟咧，我哋講恒指中長線咧，睇翻我3月15號條片咧，就唔詳細講啦。咁啊，首先，如果大家有興趣咧，想支持我咧，可以加入做會員啦。如果想睇會員專屬影片咧，可以加入做咖啡友會員嘅。咁呢個睇片啦，可以 comment 啦、like 啦同埋 share。咁如果有廣告彈出嚟咧，可以睇晒佢啊。嗱，咁我哋咧睇翻今日啦。今日嚟講咧，陽燭嘅好嘢啊，咁啊叫做好嘢啦嚇。另外交易區間咧，亦都係打橫或者微跌，咁啊打橫啦嚇。我哋用咁啊叫做中性啲啦。咁啊，另外交易移動平均線咧，亦都咧係守住10天、20天線咧，唔係守住10天線咧3日啊。不過咧仍然受壓20天線啊。咁但係咧試緊上去噶啦，希望可以咧衝得穿20天線啊，同埋企得穩啊。咁咧就可以咧再上多啲嚇。咁啊，另外咧就係個技術指標啦，慢隨機、快隨機咧係喺中間嘅嚇，咁啊中性啲啦。不過咧係微升緊。咁啊 MACD 咧亦都做翻牛交叉咧，亦都係微升緊嘅。咁啊陰陽燭咧，亦都咧係RSI 咧，亦都係咧上到48，咁亦都咧係叫做咧未過50，不過咧上翻去50邊噶啦。咁所以咧技術走勢咧，其實咧就進一步咧係改善中嘅。咁啊陰陽燭咧，亦都係咧係區間咧係上移緊嘅。咁所以咧的而且確係做緊一個咧反彈浪。而呢個反彈浪咧，既然過咗6日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可以係行耐啲噶啦，OK 過咗6日咧就可以行耐啲，即係繼續行升浪。咁啊有機會咧行15至22日都係有咁嘅機會，OK。不過記住下戰事咧變化得好快嘅，OK。所以就算你笨蛋浪照行緊都好咧，突然間掉頭咧都可以嘅，即係因為你戰爭咧出一個壞消息咧，已經咧可以懟翻落去噶啦嚇。咁啊，技術指標講完啦，跟住咧就睇成交啦。成交今日咧都係2000零億、2400度啦。咁啊，睇個成交分佈啦。咁啊，第一個鐘頭咧成交比較大咧，都係微跌啊、橫行啊咁咧，比較中性嘅嚇。最後嗰5分鐘咧就都係中性啲啦。上過去落翻嚟。咁啊，中途嚟講咧就反而咧係升嘅喎，即係因為你一開去到呢個12點，即係上晝啦，基本上成個上晝咧都係微微嘅一個橫行啊、微微跌嘅一個狀態啦。但係你下晝翻嚟咧，其實咧就買翻上去咁呢個買盤咧係有嘅，亦都係有力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有成交嘅咁所以咧其實 OK 嘅。咁啊當然啦，跟住去到3點度咧就回翻少少啦咁啊，我覺得整體嚟講咧，成交分佈咧都係偏好嘅。即係話咧，其實都有人買貨喎。今日的確咁啊，去到10天線附近咧開始買翻貨喎。咁其實好事嚟㗎。如果你即係佢有機會繼續向上㗎咁啊講咗咁多咧，個市嘅走勢咧，今日嚟講咧都係向上嘅，有支陽燭仔。嗱咁啊睇翻浪啦咁啊笨蛋浪我哋咧都話咧開始咧計反彈浪啊嘛，係咪？咁啊原來咧計反彈浪，我哋由最低位開始計咧，喂原來數下咧第8日㗎咯喎。喂，又唔係好咩噶啦記住啦，第8日咧唔係開始噶啦，已經咁即係話咧，喂，又係嗰句啦，即係係唔係仲需要即係叫做咩大手持有咧，係嘛？即係滿倉咧，係嘛？咁其實已經喺低位度彈咗咧成1000點，亦都咧行咗8日，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就唔好揸咁重倉噶啦即係可能咧。減啲或者做啲對沖咁咧都得不過個市係升緊嘅，所以暫時你話向下跌嘅呢個即係擔憂咧就唔使好擔憂，但係咧都要留意一下，即係話喂都唔係初升噶啦，原來咁行下咧第8日噶咯喎已經咁客觀嚟講咧，恒指短線受壓20天線啦，咁調整中啦仲係不過咧就升穿咗10天線咧，仲要3日咁，所以話咧代表咧係有反彈咁做緊一個反彈嘅。咁向上阻力咧20天線26045，向下支持咧10天線25726嘅。咁主觀嚟睇咧，個人睇恒指短線咧仍然受壓20天線咧仲係調整中，不過咧似乎咧25000咧係有一個大支持，所以咧
而家都係做緊一個咧反彈啊，咁啊即係話咧係懟就懟咗落去，不過咧喺25,000咧有支持咧，令到佢可以彈翻上26,000嘅啊。咁至於仲有冇得再上咧，就要睇下佢嚟緊啊，有冇啲咩好消息啊咁樣出嚟啊。無論係戰爭又好，業績都好啦啊。咁啊，希望佢哋咧都有啲好消息帶俾個恆指咧可以再升多啲嚇。咁啊點都好啦，記得方向唔重要，策略先重要。照舊講一講我笨蛋研發嘅短線理想股票倉位咧，俾大家參考。咁自己 model 計到咧，短線股票好倉持有咧係60%嚇，60%啊。咁啊呢個指標咧都係參考嘅啫，唔係實戰倉位。咁揸幾多貨咧，大家自己再衡量。策略上個人意見，後市短線咧當然係反彈緊嘅嚇，即係調整中的反彈啊嚇。咁啊守住呢個25,000嘅啊成個市，咁所以咧都可以咧適量咧係持貨嘅嚇。咁啊，以上咧全部都係我對股市嘅個人意見，唔係投資建議。我哋飲多啖水咧，講騰訊。好啦，嗱，翻嚟咧講騰訊。騰訊中長線睇翻我3月15號條片咧，就唔詳細講啦。咁啊，當然係講短線先啦，係嘛？嗱，咁啊講個圖先啦嚇。咁啊今日嚟講咧，陽燭嘅好嘢啦，交易區間咧向下又麻麻地，不過咧叫做守住呢個10天20天線嘅，咁都 OK 啦嚇。咁啊技術指標咧亦都咧係向上嘅嚇。咁你見到咧慢隨機發隨機咧喺上面啦，MACD 牛緊啦，RSI 亦都報52咧，亦都升緊嘅。啊咁啊陰陽燭咧亦都咧係叫做咧係守住呢個10天線嚇。咁啊技術指標咧亦都係輕微向上。咁啊整體走勢咧都係反彈中。咁啊向上阻力咧50天線569啊，向下支持咧10天線539個半嘅。咁啊當然啦嚇，形態上咧仲係反彈緊。好啦，咁啊業績啱啱今日出咗咯喎嚇，咁啱啱咧我都有立過下啦，就當然我冇仔細去睇啦，仔細睇咧當然係要之後再喺業績片嗰度睇啦。咁但係咧就睇過啲新聞啦、標題啦，咁收入盈利都係升10幾個 percent 嚇，按季嚇，咁叫做 OK 嘅OK，咁亦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啦嚇，咁所以咧業績其實都係正常發揮啦嚇，咁所以咧就OK 嘅。不過咧要留意一樣嘢，因為我都睇到一段咧就話佢哋嚟緊咧就會減少回購，就增加投資喺 AI 嗰度嚇。我覺得咁樣對股價嚟講咧，而淨係講呢一樣嘢咧，短期咧。短線咧未必好好但係中線咧可能 OK 嘅點解咧？因為咧你話停回購或者即係少咗回購咧，咁自然短線嚟講咧對個股價咧一定有啲壓力嘅因為你冇咗一個買嘅買盤啊嘛，係咪買嘅呢個力量啊嘛咁所以咧就短期可能有啲受壓都唔定咁但係咧就投資啊嘛，係嘛？投資 AI 嘛假設係投資啲 AI 咧係能夠變現，OK 咁嘅話咧，咁對於中線長線咧一定會係利好咯咁不過咁留翻條尾咧就係變唔變到現咧係嘛？點樣變現咧呢個咧係我相信咧好多科技公司咧都拗爆頭噶啦，係咪整個機械人出嚟咁大家就可以爆買咧係嘛？呢啲咧諗諗啦就係咪整個 AI 有咩即係大家用呢個微信咁係咪會賺到錢咧呢啲咧佢哋會要諗嘅要諗嘅咁所以咧呢個咧要留意咯咁但係短線嚟講咧，因為我都唔知聽日開市會點因為而家咧 ADR 其實未開嘅但係咧就我覺得係即係要留意呢一樣嘢即係業績算係對版嘅但係回購如果減少嘅話咧，對股價咧可能有啲少少短期咧負面影響都唔定咁睇下聽日個市場點樣解讀啦好啦，跟住咧我哋睇小米小米嚟講咧，慢隨機發隨機咧都係升緊 ，MACD 牛緊，RSI 咧報53，亦都係50樓上，陰陽燭亦都係升緊嘅咁向上啦。咁所以咧就整體嘅走勢咧都係反彈中升浪即係做緊升浪咁啦。但係有一樣要留意啦，又係嗰個上升咧就係上升，不過上升嘅動力咧就唔算係好強嘅
嚇，咁都係一個即係慢慢升嘅一個動力咯嚇，咁所以呢個要留意啦。咁同時咧係上到去1月尾同埋2月中嘅高位咧，大約37度啦，可能穿一穿37咁啦。咁都係一啲阻力位嚟㗎，咁所以咧短期咧37個頂咧可能會有啲阻力咧出現都唔定嚇，咁呢個咧亦都係要小心嘅嘢啦嚇，咁叫做咧輕微反彈中啊。跟住咧，我哋睇比亞迪啊，比亞迪咧慢隨機快隨機咧就喺上面都係強緊嘅，MACD 牛緊啦，RSI 咧亦都咧係報57咧，亦都喺50樓上嘅，咁陰陽燭咧亦都係咧彈咗上去，咁其實佢咧喺呢個前日咧咁係威係勢咧一嘢咧就向上咧懟咁只要突破咗做一個突破嘅咁呢個突破咧，琴日咧再升多啲，不過落翻嚟。今日咧就淨止陰燭落多啲，咁點睇咧？係咪點算咧？嗱，我覺得咁樣睇過去咧，佢係懟落去嘅，即係半年左右啦，半年前左右啦咁佢係落嘅，咁去到11月、12月開始咧就橫行啦，咁去到1月、2月咧，甚至3月中佢啱啱未爆之前咧，其實都係橫行嘅，個頂咧103度啦。係嘛？咁個底咧就當然咧下邊係92或者90啦咁其實咧橫行未完嘅咁但係去到今日咧就禮拜一咧，其實突破咗，叫做突破咗最高位103嗰個位啦咁叫做咧少少突破當然今日落翻但係咧佢其實已經行緊一個咧類似好似 U 型咁樣嘅即係跌落嚟，跟住再用幾個月去橫行係嘛？咁而家咧就好似跌完回升咁樣咁其實係幾好嘅呢個形態。好啦，咁至於你話今日陰燭咧，咁講真咁升咗咁多，落翻支陰燭咧，都唔係話咩衰嘢咁同埋咧，我哋都要消化嘅。咁所以你話升咗咁多落嚟消化翻啲，咁都唔係話咩，即係唔係特別嘢嚟嘅。咁10天20天線咧就上緊嘅係嘛？咁所以咧可以等一等嘅，睇下佢咧即係仲有冇得再升咯咁如果佢守得穩啲10天20天線嘅話咧，咁希望佢咧能夠咧係一浪高過一浪咯，做翻，因為佢成功突破咗之後咧，如果能夠做翻一浪低過一浪嘅話咧，就可以對於佢咧後市咧係會好嘅。OK，咁呢個咧就要即係係啦，就係再睇住佢究竟守唔守到呢啲線位啲重要嘅支持位咁啦最後咧，我哋睇埋港交所，港交所咧暫時冇起色喎。咁MACD 快隨機慢隨機係喺下邊偏淡嘅，MACD 亦都紅緊咧，亦都偏淡啦。咁RSI 你都報42咧，亦都係低過50，亦都偏淡嘅。咁陰陽燭咧，亦都係最近呢幾日咧都係喺個低位度徘徊嘅啫。400蚊至到406唔係410蚊啦左右啦咁所以咧上上落落嘅咁成交嚟講咧，今日琴日都係2000零億咁所以咧一個等待咯，我覺得係但係呢個等待咧話唔定咧會出方向都唔定，因為你10天20天線壓緊落去，而下邊400蚊個支持咧好似都幾強咁所以400蚊就打橫頂住。上面咧就10天20天線咧就壓住壓緊落去，咁呢個收窄嘅三角形咧，咁遲早都要即係再行嘅即係有個方向出嘅咁睇下到時個方向係點啦升定跌啦。OK， 好咁我哋飲啖水咧，講埋北水同埋美股好啦，翻嚟咧，我哋睇着燈股、半着燈股先啦咁着燈股、半着燈股咧，其實都係有好轉嘅。咁亦都有啲股係着燈，有啲股咧亦都係半着燈。咁即係喺個熄燈嗰度嚟。咁所以咧就叫做咧有好啲股票咧，有啲股份咧都係有一個向上嘅形態。咁希望可以帶挈到個市啦，都一齊咧係繼續向上升啦咁跟住咧，我哋睇北水，北水今日咧流入12億嘅咁都唔多。咁流入嚟買咩咧？阿里喎、小米喎好嘢喎。咁另外流出咧就中芯啦、騰訊喎。咁之前咧流入騰訊，咁而家咧又流翻出啦。咁所以咧換下碼咁啦炒下呢樣，炒下嗰樣咁咯
跟住咧，我哋睇美股啊，美股三大指數咧，琴晚咧上升嘅喎嚇。咁啊，以道指為例咧，琴晚咧十字升啦，交易區間向上啦，技術指標咧向下。咁啊，短線後市咧受壓10天、20天線咧調整中嘅。咁啊，所以咧，琴日雖然彈，但係咧仍然受壓。咁今日你都見到啦，一開咧又係跌嘅。啊，咁即係話咧繼續受壓10天線，所以咧繼續調整中，甚至咧沉底中㗎嚇。咁所以小心啊嚇，仲未完嘅。跟住我哋講納指啦，納指咧就琴晚嚟講咧十字星啦，交易區間咧打橫啦，技術指標咧打橫，咁啊短線後市咧受壓10天、20天線係調整中嘅，咁啊今日咧亦都係開咗咧跌少少啦，咁啊繼續咧受壓嘅，咁所以咧都係繼續調整中噶啦啊，咁啊呢兩個咧道指、納指咧都係叫做咧仲係調整緊嘅嚇。好啦，跟住我哋咧就睇 Meta 啦。Meta 嚟講咧，慢隨機、快隨機都喺下邊啦，MACD 紅緊啦，RSI 咧都報39嘅啫，咁啊低過50啦。咁啊陰陽燭咧亦都係向下嘅，咁即係話咧都係調整中啦啊。咁啊暫時嚟講咧，受壓10天、20天線咧繼續咧向下望嘅。咁啊 Meta 嚟講咧走勢上咧都係麻麻地嘅嚇。咁啊同埋咧就嚟貼近咧1月嗰個最低位噶啦啊。咁所以都仲係要小心啊。暫時都冇乜氣息，咁啊同納指咧一樣都係調整中嘅。好啦，跟住就睇埋 Tesla 啦嚇。Tesla 嚟講咧，慢隨機、快隨機咧都係中間啦中性啲啦。MACD 亦都橫行，亦都中性嘅。RSI 亦都報40幾咧，亦都係咧橫行嘅。咁啊陰陽燭咧，亦都係咧彈翻少少嘅啫。咁啊亦都見到咧係上翻去20天線。咁你都知道20天線就保力加通道中軸啦。咁所以佢只不過翻去中間位。咁即係所以咧頭先啲技術指標咧都係中性，就係咁解啦。咁啊成個形態都係中性啊。所以都係等啦，不過中性得嚟咧，而家咧暫時佢貼住條20天線咯，咁所以你可以話咧，即係好容易咧就升得穿噶啦咁樣，咁啊但係咧好容易，即係幾容易咧，係嘛？咁你諗下佢1月、2月、3月全部都受壓20天線嘅，咁所以係咪真係咁容易咧？呢個要諗啦嚇。咁啊暫時嚟講咧，仲未升得穿條20天線嘅話咧，仲係要繼續等咧，仲係繼續調整中嘅嚇。好啦，咁講完啦喎，我哋咧埋個尾就收工啦。咁啊，如果大家覺得我講得好咧，想支持我咧，除咗可以將會員咧，仲可以喺 YouTube 嗰度咧用 Super Thanks 打賞我嘅。咁大家記得啦，我意見咧就唔係投資建議啦，只係俾各位參考嘅啫。記得自己消化完咧，再做自己嘅投資決定啊。咁大家有問題咧可以留言，中意咧記得訂閱同埋 like 啦。咁我哋下次咧再見啦。